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我们来到日本东京教会了。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。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这个是韩国街，这边来的大部分都是韩国的人，这是韩国街。所以这边有韩国东西啊。这里的客人啊，都是韩国人啊。韩国人啊，都是韩国人啊。这是韩国要使用的公共电话。韩国都是韩国的沙西米。哎呀，这里都是韩国。开这个餐馆，就是为的都是韩国人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。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边顺便访问一位姐妹，她在开美容院。哎呀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啊！鞋子不错。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帮我。这么厉害，我们在车站还抓迷藏呢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道的人，哇，第一次上也容易掉下去啊，到日感谢主啊，是啊，感谢主你们在日本这边能够保守信仰不简单呢，有神在的，记住什么是一个自己这位姐妹就是南澳乡南澳教会碧偶教会的姐妹。你是嫁给日本人吗？日本人啊，现在呢？也是日本人啊。给我嫁几次？这个日本人现在在哪里啊？这个日本人呐，现在在日本去工作啊。工作啊。被我打死了。哎呀呀呀！台湾养我们哈。感谢主呢。养我们呢。对不起，太太养老女人，男人不养女人。要被我打死，我跟你讲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每一在台湾都没有去洗头，来日本来洗头，哈哈哈。我真实地见到你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是我今生颂扬的，这一生最美的祝Habis ko ni. 是一个你不知道顺便录影一下ini kuya Taiwan Ulibong tugunya salikaka20 秒aja 20 秒aja dan ini kami kembali ini wata di sana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coba kuno ami sisong na Jimin Liu Yimin Jimin biar wamai sih dengan wamai semua amis bapak itu mulai apa deh tapi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